圣灵，求你再一次的来充满我们，浇灌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在这，在这，是因你恩典。我在这，是因你慈爱。主耶稣，我如此感恩，够因你丰盛恩典。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感谢耶稣，是因着你恩典，使我能为你活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。我在这，是因你恩典。我在这，是因你慈爱。主耶稣，我如此感恩，都因你丰盛恩典。感谢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只因着你恩典，使我能为你活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或许在过去我们曾经错过些什么，让你觉得你离神好远好远，让你觉得你不配得到神的恩典，更或许你现在正经历一些事情，让你心里面很苦闷，非常的忧愁挂虑。或许正经历一段关系的破裂，财务上的困难，好不好？我们将这一切摆上在神的面前，而且不单单是摆上在神的面前，更是全心的相信神会依着他的方式来为我们解决，来感谢主。我们一起同声祷告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得以站在这个地方。谢谢你，因着你的怜悯，我们得以来到你的面前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因为我们说，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，为了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谢谢你，主啊，求你在破碎的关系上赐下和睦，求你在财务的困难上彰显的大能，更求你在工作的困境上给我们智慧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圣灵啊，求你也再一次的来恩膏我们，来充满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主耶稣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感谢耶稣。感谢耶稣，只因着你恩典，使我能为你活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。感谢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只因着你恩典，使我能为你活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。感谢耶稣，耶稣，耶稣。
我赞美你直到永